出错，你就开起不去都。看上去呀，我这谁说了？听你那嘴的看来水平呢？看咱车子那位高，也有你了也不对。民主狼不给不来，抗上这个几百年，谁也知道？看什么？看什么啦？我这他听看的送过的水平呐，俺说，干咱们呀，车了这边搞了呀，干咱们车子那边搞了呀，也有你了呀，也我觉得没水平呢。可能嘛没这样式的，我呢也没这样式的。看什么？车上俺说干咱们车子那边搞了呀，也有你了也不对。没做些啷个快点干了钱不嘛多，叫咱们给了呀，怕狗、臭狗天天浪费呢，点点，说到狗钱不用个大，看什么？车上你拖了呀，一节20年点啷么说，顶上摸着忙不接，爸爸忙不接，天天送上，看那种啷个给了看就么就去比呢，点点，到狗用个大，看什么？看什么？呀，他这里也不中下。他前面我还会看他走，中间不对的些，他说什么？天津的就偷家不去啊？他说什么？